我只是想对你好，为什么却变成伤？我付出这么多，心却越来越慌。如果爱是慈悲，为何还会失望？是不是连善意也像被看见一样？因为你在付出时，人抓着一个我在帮你，我在成就什么？若心中有对象，有自己的位置，慈悲就慢慢变成交换的名字。难道心善不能期待回忆？若有所求，喜落于相中。以此为度，不利于我，不令自苦，不令他恼，行而不出，度而无度，此名为真正的好。如果不求回报，还要不要去爱？如果没有角色，善意怎么存在？这一幕我慈悲才是，不为成为谁，只是